他反對就反對，亦都跟你愛下去，猶如在大戰炮火裏，毫無懼色衝過去。誰狂怒，誰攔路，誰和我講，誰不得不無論你與霸權比賽，還是可比他多老幾歲？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放棄。團圓或者晚了也過10年，仍然未捨棄。換過是再一起，等結局能同全呼死。這盼望很有這盼望。就算患病或失憶，都將口氣從旁抱你，頑強地等再過也過10年，等整個世界換放棄，力竭還是在一起，這種堅決無人可比，看戰是多有趣。So